清乾隆38年11月，乾隆皇帝遵秘密立储的家法，密立太子，兼明密诏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。但令乾隆皇帝始料不及的是，诸皇子之间，乃至朝廷内外，已经围绕着密立储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。和珅为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在皇子之间、君臣之间挑起事端，使局势更加复杂。在大清帝国未来的权力争夺中，朝廷上下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。册封承亲王、嘉亲王的礼仪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册封亲王礼仪，这在先皇康熙12年就有定规，各项事宜均已就绪，各个环节倒也顺畅，奴才可保一切顺利。刘墉，微臣在。这次朕特意让你充当册封正使一职，你该知道这次册封亲王在朕心中的位置。微臣明白皇上的心思，微臣一定保证册封礼仪万无一失。朕继位之初，曾焚香默祷上天，若蒙眷佑，不敢超越圣祖康熙帝在位61年之数，得在位60年，即当传位于四子。皇上，奴才诚惶诚恐。皇上，您现在精神焕发，龙体康健，勤政爱民，这何谈禅位一事啊？何处谈所言极是？你们呐，就是不知道朕的心思。跪安吧。谢皇上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刘全啊，快去把吴姓兰大人请来，我有要事跟他商量。老爷，巧了，吴大人正好来了，等您一会儿了。什么？哎，快！何大人，何大人，真是巧啊，吴大人！我刚刚说要去请吴大人，你倒先来了。可见吴某与何中堂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来坐，吴大人，坐。吴大人啊，那您倒说说看，何某心里现在在想什么呀？这个嘛，恐怕是犯大忌的事儿啊，还是心照不宣，别说破的好。好，那咱们言归正传。吴大人果然是机敏过人呐。今天早朝的时候，皇上提到禅位一事，恐怕马上就要拿主意了。难道皇上已经决定立谁为太子了？吴大人，你还记得吧？10几年前曾疯传过一阵儿，
皇上秘密立储的事情。我从侧面向皇上打听过，谁知皇上脸色大变，吓得我也没敢再问下去。现在皇上已过花甲之年呐，已经到了不得不立储的时候了。依我看，近期内必见真相。何大人，这件事儿关乎您在朝中的地位，关乎您能否恩宠永固啊！贺中堂一定要时时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，未雨绸缪，看准风向，抢得先机。吴大人，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，就算吴大人不提醒，何某哪敢疏忽半分呢？不瞒你说，吴大人，这些日子我就是睡觉都恨不得睁着眼睛盯着这件事儿啊。儿臣永言，谢皇阿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我大清历代先祖文韬武略盖世，仍不敢稍有懈怠，宵衣干食，夙兴夜寐，才有我大清基业百世不衰。尔等要以江山社稷为念，勤勉谨慎，为朕分忧，保我大清长盛不衰。儿臣牢记父皇圣训。尔等入尚书房读书也有10多年了，才学究竟如何，朕不甚了然。过些天，朕要在保和殿举行一次廷对，朕要亲自考考你们的学问。儿臣谨记父皇圣训。皇上，微臣王守正有本要奏。啊，接过来吧。王守正，臣在。你胆子不小啊，竟敢让朕明立太子！微臣不敢冒犯天颜，微臣的意思是，建储乃中社之大计，所关非小，宜早不宜迟，迟则一生祸端。住口！还敢狡辩，分明是哗众取宠、诱言乱政。微臣不敢。建储立太子，事关江山社稷，那是朕定夺的事，岂容你来智慧？况且立储一事，先帝雍正爷早就创立密立太子之家法，此乃旷世圣明之举。你竟敢让朕推翻先帝惩罚，明立太子，分明是包藏祸心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来人呐！把王守正推出午门。斩首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是一片忠心的皇上，皇上，臣忠心苍天可见的皇上啊！臣是一片忠心的今后若有胆敢奏请，
名立太子者，同此下掌。起驾。退朝。下官以为，皇上对立储一事讳莫如深，这正说明皇上正在斟酌太子的人选呐。从皇上平时的言行看来，皇上对11、15两位阿哥的喜爱溢于言表。那么这太子人选应该是出自这2位阿哥之间。不过以我看来，现在皇上并没拿定主意，这太子人选还在2可之间。何大人所言极是啊。广宣，你看看啊，貌似太平盛世，其实大厦将倾，骄奢淫逸，吏治败坏，官僚和八旗整天就知道沉溺声色犬马。将军兄，这般情景人所周知，为什么没有人敢离奏皇上？当今奸臣当道，誓言熏天，贪墨成风，堵塞言路。你没听人说吗？很多人现在都称和珅为2皇帝。这个和珅每天出门和回家，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员竟然列队在和府门前迎送他，队伍就排在马路两边，已经被人称为补子胡同了。明天我就奏上一本。广兄要弹劾和珅。哎，广兄，了得！皇上息怒，这是谁呀？竟让皇上生气？皇上，你喝口水消消气儿。传永琰来见朕。这。万岁爷，嘉亲王到。传嘉亲王。儿臣参见皇阿玛。皇阿玛召儿臣进宫，不知有何吩咐？你看看这份奏折。这。八旗子弟骄奢淫逸，玩物丧志，沉溺于妓院、赌场。皇阿玛，这是真的吗？朕也没有想到，没想到打下大清江山的八旗兵，竟骄奢淫逸到如此程度。大清基业之根本，就岌岌可危了。上奏的这个广兴是一个五品御史。皇阿玛叫儿臣前来是想让你率兵夜里暗查京城的赌场、妓院。据实上奏，如果这个广兴的奏折里所奏有不实之词，就要以危言耸听之罪严惩不贷。儿臣领旨。另外，要注意不要走漏半点风声，一定要查清楚。这。老爷，嘉亲王驾到。快叫小家儿都起来迎接嘉亲王。不必惊扰大家了，
广勋拜见嘉靖王。快请起，广御史。王爷，请上座。广御史啊，知道本王因何而来吗？奴才不敢妄测。你的那份奏折，可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呀！禀王爷，奴才写的那份奏折，全因担忧而起。那你因何而担忧啊？奴才是为大清的江山社稷而担忧。想当初，八旗跟随太祖太宗，纵横白山黑水，驰骋关内关外，为大清的江山立下汗马功劳，更是成为大清的立国之根本。而如今，八旗骄横跋扈，贪图享乐，军备废弛，不堪一击。万一发生战乱，朝廷何以御敌？大清的基业何以稳固啊？奴才每每想到这里，就坐立不安，心忧如焚呐。那你就不怕触怒龙颜，不怕与那些八旗子弟反目成仇？奴才心里只为大清的安危担忧，无暇顾及个人的生死祸福。快请起，广御史。广御史，你的这份忧国之心，本王十分感动。只可惜啊，满朝文武当中，像你这样能为朝廷分忧的实在是太少了。今天为朝廷访得一位股肱之臣，本王不虚此行。今后朝中事务，本王还要多多借重广御史。广勋责无旁贷，甘愿随王爷去时。师爷，你想玩去吗？来，聚众赌博，违反大清律例，你就不怕官府抓你坐牢？嗨，老兄，别开玩笑了，谁不知道这是何大人开的买卖？谁抓？谁敢抓呀？您呀，放心在这玩吧，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来，走。哎，这干什么呀？小红小翠儿，赶紧来接来这么多人啊！没什么多快出来伺候爷啊！有几个小区啊！看赏来了，多贝勒爷赏银票50两。看赏来了，端贝勒爷赏金条1根。自请特飞天不行驾。看赏，宝贝勒爷有赏，端贝勒爷赏翡翠扳指1枚。看赏，多贝勒爷赏玛瑙珠1串。儿臣昨夜暗查了京城的戏园子、赌场、妓院，广兴所奏句句属实。混迹于这些地方的多是八旗子弟，他们争强斗富，玩物丧志，
一派骄奢淫逸，皇阿玛真是触目惊心呐！真是没有想到，曾经跃马横刀、驰骋疆场、打下大清江山的八旗子弟，竟然骄奢淫逸到如此的程度。皇阿玛，八旗的骄奢之风，的确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了。一查到底，看来不严加整顿是不行了。该关的关，该罚的罚，不可姑息。皇上，奴才以为这个广兴之言是不是言过其实，以偏概全了啊？八旗之中也许是有几匹害群之马，但是那毕竟是少数，何必因此自毁八旗的威风呢？如此危言耸听，惹皇上生气，什么用意啊？这是何中堂，是不是危言耸听？一查便知，如此阻挠，该不是有什么不方便吧？哎，家王爷，您要这么说，那奴才实在担当不起了。皇上，您看我，刘墉，微臣在。怎么不说话呀？作弊上官吗？微臣不敢。微臣以为让事实说话，查一查也好。那既然刘中堂也这么说，那就查吧，查一查总没坏处嘛，是吧？永言，儿臣在。你跟广兴带一营亲兵，今天夜里突查京城的妓院、赌场。儿臣遵旨。就是他，弟兄们，好好教训他啊！哎，快打！你要干什么？揍他！揍他！来人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王御史，怎么样？伤得重吗？我没事，王爷。谭林，快派人去追！哦不，王爷，恐怕也追不上了。不要误了大事。也好，不过你有伤在身，突查就不要去了。没有关系，我比较熟悉情况，我必须去。那好吧，上马。各家妓院、赌场，传八旗子弟一日抓捕。走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长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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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杆。儿臣昨夜突查，竟一无所获。混迹于戏园子、赌场、妓院的八旗子弟，一夜之间都销声匿迹了。看来这广兴奏折里确实有不实之词啊！皇上，奴才有两句话要说。这广兴的奏折岂止是不实之词啊，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。也难怪家王爷会受蒙蔽。这些清流言官，他们知道皇上有容纳天地百川之胸襟，便有恃无恐，极尽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之能事，此风断不可长。
如此下去，我大清绵延几百年的康乾盛世，非毁在这帮人的刀笔之下不可。何大人这番话听起来果然有些危言耸听的意思了。如此说来，督察院简直就是我大清的毒瘤了。清流议政之治也是祖宗之大过了。不，家王爷，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奴才是说这个清流勿议也要有所节制才好，是吧？那你说应该怎么处置这个广兴啊？啊，皇上，奴才以为皇上应该摘掉他的顶戴，交刑部议处。断不可如此话嘛，否则必然造成沿路阻塞，官吏为所欲为，无所顾忌啊。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皇上，自古以来就没有兼听的昏君，也没有偏听的明君。永琰，你代朕申斥广兴几句，其余的就不要再追究了吗？啊，这老爷真高，事先把风声透露出去，让各处做好了防备。这回他们什么都没查到，在皇上面前可现了大眼了。只是太便宜了广兴了。我原本打算这次就送他去见阎王，以后别犯在我手里，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多谢王爷保全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你对朝廷一片忠心，有目共睹，本王不能眼看着你被和珅构陷。广御史，大清太需要你这样的直臣了。本王别无所求，但愿这场劫难没有吓住你仗义直言之口。奴才幸于王爷，多年以来，奴才徒有一腔报国之志，却无报国之本，常常是忧心如焚，夜不能寐。从此以后，奴才不再为此忧心，愿追随王爷为国效力，九死不悔，绝不辜负王爷的厚望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坐下说话。谢王爷。和珅作祟，整肃八旗一事暂时难以有所作为，只能以后再做图谋了。从那份奏折上看，你对治世经邦之学颇有心得，见识过人，非一般人所能及呀。王爷过奖了。其实很多大臣都比奴才明白，奴才只是多了一颗忠心，所以敢说。广御史勇气可嘉，胸有大志，日后少不了为朝廷出力。用不了多久，你必会脱颖而出。广兴多谢王爷。看来永远还不够稳重，你说呢？皇上，家王爷可能还是太年轻，容易受蛊惑。不过万事有皇上圣裁，想必他不会铸成什么大错。那朕要是一命归天了呢？皇上，皇上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？皇上现在龙体健康，精神焕发，这是黎民百姓的福分，也是臣子们的福分呢。臣每日对天祈祷，保我主万寿无疆。皇上，您看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朕就是随口一说嘛。起来，起来。永琰呐，还需要很好的历练。你们读书也有不少年了，经史子集也读了不少，可朕不想让你们读成书呆子，所以不考你们经史子集。今天停队，朕要听听你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治国方略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儿臣明白。谁先说呀？永兴，你说。依儿臣看来，有史以来的盛世，无论是远古的尧舜之治，西汉的文景之治，
唐朝的贞观之治，还是我大清的康乾盛世，莫不是谨守先人成法，因之以修身养息、百业并举之策。儿臣以为必须有威武之师为后盾，令近者臣服，远者震慑，方可保我国泰民安。好。你说说。是。儿臣最近又读了几遍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深悟其中蕴含着治国之道，而且是根本之道。儿臣以为世事时事总是在变，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治国方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但如果在制定治国方略的时候，总是以孔孟之道为圭臬，牢记一个人字，就必然是利国利民的好方略。朱师傅，我今天让您失望了吧？家王爷自己以为如何呢？我所说的，都是近日重读孟子的心得呀。圣人之道，何错之有啊？那父皇为什么要训斥我呢？此所谓圣意难测，所以就不必妄测圣意了。只要家王爷自己觉得没错，就一如既往，读书，养气。多谢师父教诲。这两番比试，成亲王显然要略高一筹。况且从今天的停队来看，皇上的好恶那已经是很明显了。何大人，您看啊，成亲王答对的时候，皇上那眉开眼笑的样子；可嘉亲王一说话，皇上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。武大人，那您的意思是？皇上已经亦属成亲王了。然也，然也。何大人，应尽快向成亲王示好。武大人，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吧？朱师君可是老谋深算啊，您可别小瞧他。那倒也是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现在向成亲王示好都不是什么坏事啊。即使未能抢得先机，那也能结个人茬。这个很必要，这个很必要。真迹，是真迹呀！何中堂，您可是太有本事了。徐文长的这幅《双林秋笑图》，曾有人悬赏千金，只求一见，都未能如愿。您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哎，这个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程王爷若是你喜欢呢，奴才愿意把这幅画献给王爷。真的？何中堂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何某怎么敢跟程王爷开这种玩笑呢？何某对于书画来说，那就是附庸风雅。程王爷，您是行家，又喜欢徐文长的书画，奴才把这幅画送给您，一是物得其主，二也算是成人之美啊。话既如此，那我也不推辞了。本王收下了，就是不知道何以为谢呀，何中堂。哎呦，何某可不敢跟程王爷提这个谢字啊。何某以后麻烦程王爷的地方少不了，还请程王爷多多照应啊。这个呀，本王心里有数，不过何中堂心里也要有数。程王爷，奴才这一颗心都在程王爷身上啊。好，本王有何中堂相助，这心里也更踏实了。告辞，告辞。行。王爷留步。何大人慢走。王爷留步，王爷留步。王总管，程王爷本来就广纳贤士，
现在这摊子越铺越大，用银子的地方又多，奴才这儿孝敬王爷5万两银票，请代为转交。那在下就替王爷谢谢何大人。哪里，请。告诉你，今儿大爷我要把他卖了。王爷他欠我的账，这不关你的事啊！你给我让开，要不然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怎么不关我事？他已经给我定了亲了。好，那好啊，你替他把20两银子还给我。你也没钱对不对？那我就只能抢人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带走！不行，你不能抢人！你不能抢人！谁在这闹事啊？还不听住！葛大人，您急。哼，你好威风啊，阿奎！大白天的就敢在这儿抢人？葛大人，我有什么可威风的？我这抢人我也是不得已啊，我这银子不能白扔啊，我总得吃饭啊，您不能让我喝西北风吧？你吃饭还是喝西北风，我管不着，我也懒得管。可皇上要选宫女了，这苏完尼瓜儿今年一定要硬选。你把她抢走了，怎么着？到时皇上一对花名册找不着这个人，我让皇上管你要人呢？别，葛大人，我算什么东西？我哪敢跟皇上抢人啊？这苏完尼瓜我不抢了，您让他跟您回宫选宫女去。还算你识相啊！可是葛大人，他要选不上宫女，我可还得抢人。那我管不着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苏完尼瓜听着啊，本月15卯时进宫应选宫女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各管理。走。额娘，额娘不疼。冠儿，徐端，冠儿，我知道你俩情分很深，谁也离不开谁。额娘也不想让你们分开，可是从今天的事情看，你只有进宫才能躲过这一劫啊。额娘，我不想离开您。额娘也舍不得你啊，可是额娘保护不了你。你进宫，先躲着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，好吗？徐端，我连冠儿都保护不了，我太没用，太窝囊了。别这样，徐端，徐端，你也不要责怪自己。从小你又没了父母，你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够不容易的了。额娘不怪你。这次冠儿进宫，等3年以后他出了宫，还要靠你呢。额娘希望你金榜题名，做个大官，还了债，咱们一家就能过太平的日子了。额娘，为了你那个瓜儿，我一定发奋读书，出人头地。还有多少？还有5个。皇上要不要歇一歇？要看完吧。
今儿有点犯困呢，天儿是不要下雨啊。皇上是太累了。哎，如此失仪，成何体统？奴婢有罪，请皇上开恩。来，帮他把帕子捡起来。得。抬起头来。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回皇上的话，奴婢叫苏婉妮瓜儿。模样还算齐整啊。是。留下吧。还不快谢谢皇上！谢皇上隆恩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苏婉妮瓜儿，啊，何大人有事找你。苏婉妮瓜儿，你说你是中选了呢，还是落选了呢？奴婢不敢乱猜。那你抬起头来，看看我手上是什么。你说我是该留你的牌子呢，还是该撂你的牌子呢？奴婢全凭大人做主。真沉得住气呀！我知道瓜儿，你心里是很想让我留你的牌子的，而且你家里的事情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一旦落选，那个拿奎就会把你拉出去卖掉，对吧？大人明察，奴婢不敢撒谎，奴婢全凭大人做主。其实啊，留下你的牌子并不难，在宫里出人头地也不难，摆平那个拿奎就更是不在话下。重要的是你肯不肯听我们的话，为我们办事。奴婢的小命
全在何大人和鄂总管手里。何大人和鄂总管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吩咐奴婢。这个丫头啊，又明细又听话。何大人，您没看错人，是吗？行了，快起来吧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是。瓜儿，我来告诉你该做些什么，怎么做。苏婉妮瓜儿听宣，苏婉妮瓜儿被内府选为宫女，进宫当差。明日卯时整进宫报到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奴婢遵命。瓜儿，额娘就知道你会中选，等你进了宫，那奎就不敢再欺负我们了。瓜儿，你怎么不高兴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件好事。额娘，你不知道瓜儿心里有多难。额娘知道，你舍不得额娘，舍不得徐端。不是，额娘，你不知道。瓜儿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伯母，瓜儿，听说瓜儿明天就要进宫，这是真的吗？瓜儿，徐端，你要记住，现在咱们俩吃的苦，受的难。这几年，咱们俩一个宫里，一个宫外，都要想办法出人头地，将来再也不受这样的苦，这样的难了。瓜儿，为了你，我一定考出一官半职，让你做一个官太太。苏婉妮瓜儿啊，待会儿就该把你送到阿哥所去了。进去之后啊，该做什么，怎么做，你都还记得吧？鄂总管，奴婢从小就胆子小，长这么大就没害过别人，恐怕当不了这个密探。要不您换别人吧。谁让你害人了？谁让你当密探了？别说的那么难听。我就是让你呀，把嘉亲王每天所作所为向我密报，这怎么是害他呢？哎呀，鄂总管，我特别笨，弄不好会坏了您的事儿的。刚进宫就不听我的话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想反悔了？不是，鄂总管，我真的脑子不好使。鄂总管，何大人，人家姑娘既然说自己笨，就不要难为人家。我看这样吧，把她送到新者库去，当个粗使的丫鬟，洗衣、扫地、刷马桶。奴婢请何大人、鄂总管开恩。不要跟我耍心眼儿，瓜儿。你以为你进了宫就万事大吉了？想反悔是没门的。瓜儿，我一句话，那奎就可以去拆你家的房子，你额娘就会流离失所。还有那个叫徐端，徐端更没好下场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让他下大牢。至于你瓜儿，宫里每年出多少冤魂，你知道吗？绝不在乎多你这一个。何大人，鄂总管，奴婢不反悔了，我听你们吩咐。哎呀，不许哭，不许哭，把眼睛哭肿了，待会儿怎么去见嘉王爷呀？鄂总管在。
哎，不许哭！是总管。王爷、奶奶，这个宫女儿以后就派在府上使唤了，过来给王爷奶奶磕头。苏安妮瓜尔给王爷奶奶请安。快起来吧，有劳鄂总管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奴才这就告辞了。王爷、奶奶，这个宫女儿要是用着不称心，就告诉奴才一声，奴才就再给王爷奶奶换一个。我看着就挺称心的。纳兰，是，带瓜儿到住处安顿下来，然后再带他去府里各处看看。奴婢遵旨。妹妹，请跟我来。奴才告辞了。就在前面。好了，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住处。来，你就睡这儿吧。啊，把东西收拾收拾。行。来，坐。喝点水。谢谢。能来伺候家王爷啊，是你的福气。王爷和奶奶为人宽厚，对下人从来不轻易责骂，时不常的还有不少打赏呢。阿哥府长史呢，为人要严厉一点儿，不过也是个好人。如果你尽心尽力做事儿的话，他应该不会找你茬的。姐姐，我脑子比较笨，手脚也不够灵活，初来乍到的，你多教教我啊。放心吧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的。何大人，这棋子儿啊，我已经把它放在阿哥所了，以后您该怎么使就怎么使吧。一点小意思，拿去。哎呀，何大人，这都不好意思。不，您太见外了。何总管，客气什么呀？拿去。多谢，多谢。衣服怎么能当枕头啊？给，这是我拿花园里的干菊花做的菊花枕头，你闻闻，可香呢。啊？哎，真香啊！嘘，纳兰姐姐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你比我小啊，姐姐理应照顾妹妹的。那我就认你做我姐姐，你要不要我这个妹妹？好啊，不如咱们就结拜情郎姐妹。好，走，走。小五子，一会儿把这个扇面给我送到家王爷那啊。
等墨迹干了，别给我糟践了。是王爷。哎，别让别人看见，啊，这。怎么了？写的不好吗？诗是好诗，字也是好字。可是他这种仿效汉人书生的做派，皇阿玛最厌恶。这件事万一传到皇阿玛耳朵里，十一哥就有麻烦了。他也太不谨慎了。这样啊，那还是赶快把它收起来，省得外人看见了。你真看清楚了，他那个落款是“兄敬全”3个字，小的看得真真的。好，太好了。好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回来，眼睛睁大点儿，耳朵放尖点儿。如果发现不对，立刻向我汇报，以后会有你的好处。多谢鄂总管栽培。吃吧。阿克索这2天有什么动静？我问过瓜儿了，没什么事儿。不过，成王府好像有档子事儿。何大人可以做点文章啊。成王府有什么文章可做？成王府这档子事儿啊，也牵扯到了嘉王府。说说看。成王爷送给嘉王爷一把扇子，这把扇子。吴大人，这篇文章，吴大人以为该怎么做呢？有了，说说看。何大人试想，这把扇子如果到了皇上之手，皇上会怎么样？皇上是最厌恶阿哥们沾染汉人书生之陋习的，光是那“兄敬全”3个字就足以让皇上生气了。皇上动怒，必然责罚成亲王，成亲王必然要把这笔账算在嘉亲王头上。到那个时候，两王争斗起来，就形成了鹬蚌相争之势。那么得利的渔人，就是您何大人了。这招不错呀，此计甚妙，甚妙。奴婢不敢呀，何大人，奴婢胆子太小，干不了这种事儿。万一没有偷到扇子，又被人发觉了，反而会耽误您俩的事儿。奴婢真的干不了。你天天出入嘉亲王的书房，偷把扇子有什么难的？纯粹是故意推脱。奴婢真的胆子太小，干不了这种事儿。干不了就学着干，官儿，否则你对我还有什么用啊？你对我没用处了，那你额娘和徐端就要受苦了。何大人，我求求您，千万别伤害我额娘，别让他们受苦。不想让他们受苦，就听我的话，照我说的去做呀。
就是茶杯碎了吗？碎了就碎了，把碎片扫出去就行了。快起来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吓成这样？没事儿，我不小心把王爷的茶杯打碎了。瓜，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啊？瓜，纳兰姐姐，你千万别声张，这可是要命的事儿。你知道要命的事你还做呀？你不知道我有多难。走，咱们回屋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姐姐真没想到，你心里还藏着这么多难心的事儿，藏着这么多的委屈。瓜儿，你真让姐姐心疼啊！好姐姐，你不要怪罪瓜儿做了这么多不该做的事儿。我也不愿意这么活着，我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可是瓜儿担心，我要是死了，母亲和徐端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的。千万别说傻话，他们这些人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啊！姐姐怎么会怪罪你呢？放心啊。乖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不管有多难，你都要熬过这3年，熬过去，你就能和徐公子在一起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管现在受多大的委屈，将来受什么样的惩罚，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哪怕是下地狱，我也认了。只要你能这么想啊，你们就一定能够在一起。哎呀，成亲王的扇面写的真不错呀，真要交上去还有点可惜呢。何大人，这件事儿可差点家王爷就知道了。您以后再也别让我干这种事儿了，我干不了。谁说干不了？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？动点脑子，活络一点，都干得了。为了偷这把扇子，我差点没被给吓死。何大人，我求求您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官儿，你是不是觉着还有回头路走啊？啊？我问你，如果我把这把扇子的事儿透出一点风去，嘉亲王跟成亲王会饶了你吗？没有回头路走。替我好好做事，把嘉亲王的一举一动告诉我。如果敢隐瞒什么，你额娘，还有徐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鄂总管，在。剩下的戏该您唱了。何大人，您就等着瞧好戏吧。额罗里，奴才在。皇上有什么吩咐？即刻召所有皇子皇孙到上书房。这都抬起头来，看看朕手里的这把扇子。是不是诗书俱佳，颇为自得呀？啊，永兴，所以才拿出去炫耀，是吧？儿臣一时糊涂，儿臣不敢。不敢？
依朕看来，胆子大得很嘛。抬起头来，看看上面写的什么？儿臣知罪，请皇阿玛恕罪。朕曾经多次告诫你们，你们身上流的是爱新觉罗家的血。你们是跃马横刀、血里火里打下大清江山的爱新觉罗氏的子孙，不是咬文嚼字、舞文弄墨的汉人书生。最担心的就是汉人书生的酸腐气会消磨你们的血气，使你们萎靡不振。这3令不申，不许你们学汉人书生那些个陋习。何永兴你呢？啊，竟敢学汉人书生的来往唱和，还起了什么别号？朕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吧？儿臣知错了，儿臣也知错了，请皇阿玛恕罪，皇阿玛恕罪。告诉你们，这是最后一次告诫你们，不许你们学汉人书生的陋习。今天这件事要引以为戒，不可再犯。永兴，今天暂且放过你，今后有人再犯，绝无侥幸。公主恭送王。嘿，一人惹祸，大家跟着一块儿受罚。哼，出什么风头？只知道出风头。爱出风头。十一哥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？十一哥误会了，我也不知道扇子怎么会到了皇阿玛手里。这种事儿能有误会吗？是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还会玩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招儿。真是瞎了眼了我！十一哥，那把扇子怎么会到了皇阿玛手里？德林，奴才在。你是怎么看得见？藏在书房里的东西怎么会不翼而飞？奴才该死，奴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去，把府里所有的宫女太监都给我找来。是。书房里的东西是谁拿出去的？快说，谁？不说是吧？好，那你们就跪着吧。什么时候有人说了，什么时候再站起来。官儿，回房去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。王爷，皇上要真的追究起来，我恐怕也难脱干系啊。你放心，本王绝不会连累你的。
千错万错，只怪我自己察人不深。我一直以为永琰为人厚道，谁成想他竟然心存觊觎神器之心，竟可构陷手足，用心何其险恶奸诈！王爷请息怒，依我看，此等雕虫小技，不像出自家王爷之手，其中肯定还有别的原因，请王爷三思啊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一个书生啊，对于世事的险恶，你知之甚少啊。唉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！王爷，他们都跪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还是让他们去歇着吧。奶奶替你们说话了，还不快起来！谢王爷，谢奶奶。这事儿没完，明天还要接着查，下去吧。王爷，我看明天还是向十一兄把原委向他说清楚吧。姐姐，都是我害了你，害了大家。快别这么说，瓜儿，没事儿，姐姐不怪你。哎，只要是能帮妹妹熬过这3年啊，我也算没白让你叫我这声姐姐。我这心里跟油煎一样，比跪在那儿还难受。哎呀，要不然我出去认罪得了，要杀要剐冲我一个，省得连累大家。哎呀，瓜儿，快坐下。哎呀，别让人听见了，你不想要命了？我不怕死。你不怕死，那你额娘和徐公子怎么办啊？瓜儿，为了你额娘和徐公子，你也一定要挺住啊！啊，听话。王爷，家王爷来访。不见。挡不住了，家王爷都自己进来了。废物！十一哥，你来干嘛？来看我的倒霉样啊！十一哥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可扇子的事儿的确是天大的误会。误会？你是说这扇子会不胫而走，不翼而飞是吧？啊！而且正好飞到了父皇手里。事情确有蹊跷，我现在也没搞清楚。蹊跷？是有点蹊跷。蹊跷的谁也搞不清楚，对吧？是我给你提个醒，我不是3岁的小孩啊！送客。府上肯定有内奸，否则扇子不会自己跑到皇阿玛那儿。这个内奸不除啊，后患无穷。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府内搞一次大清查，挖出这个眼线。可我觉得这样做会使府上人人自危，人心离散。况且若是这件事儿被皇上知道了，肯定会更生气。我没想到这一层。
俗话说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府上即使有人盯着，咱们也不用畏惧，因为知道有人盯着，咱们做事情就会更加谨慎，这也是件好事呀。说的有道理，君子不惜暗室嘛。有人想盯着，那就让他盯着吧。擅自被盗一事，在府内就不再追究了。皇上，奴才觉着，自从上次出了扇子那件事情以后，皇上心情一直不好，奴才内心实在是焦急得很，整天琢磨着怎么才能给皇上开心呢。你要是想让朕开心呢，就是把那个让永兴沾染上汉人陋习的那个书生给朕找出来。皇上，其实这个人并不难找。怎么？你知道这个人？启禀皇上，这在上书房其实是有目共睹的。成亲王他们之所以身上沾染了汉人书生的陋习，那完全就是受了洪亮吉的影响吧？你这么一说，朕隐隐约约的也想起来了，好像这个人还是永兴的什么师友啊？对，皇上，他经常跟成亲王他们一起成立诗社呀，一起饮酒，一起唱，反正就是汉人书生那一套。永兴就是这么学坏的，实在是可恶。皇上，此风不可长啊，整个风气都有可能被带坏，这难免其他阿哥不沾染这种陋习啊。现在真是到了该制止他们的时候了。何乐礼在，到上书房传朕的旨意。这圣上口谕：洪亮吉身上书生陋习过重，对众皇子读书做人已造成不良影响。从即日起，开去洪亮吉在上书房一切差事，遣回翰林院做编修。洪亮吉今后不许与永兴往来。上书房其他大臣引以为戒，不得再犯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家王爷最看重的就是你们之间的手足情谊，本来还可以通过洪大人疏通你们之间的误会，可是没想到洪大人也遭到了贬斥。家王爷担心十一爷再生误会，特地派奴才来提醒王爷，千万不要中了和珅的离间之计。15弟身边有你，就是出手不凡啊！板子打在洪亮吉身上，疼在我脸上。高招啊！王爷误会，这都是和珅一手操纵的。甭跟我提和珅，就说说你鬼抓狐吧。给15弟出了这么多高招，吊着15往上爬。哼！王爷，送客，这。光信告辞了。看来我和十一哥之间的嫌隙，一时是很难弥合了。和珅这一手，成王爷不仅怀疑上您，连与您交往的人也被怀疑上了。不过，成王爷最终会明白过来的。和珅只能是白费心机，一定要让他白费心机。为政先崇本，农桑10元，资培瑞善俗，教育厚梨园。九夏耕耘集，三春
残疾凡。皇上，已经3更了，您折子也批完了，该早点歇着了。哎，波罗里，传和珅还有王杰2位大学士觐见，啊！现在传皇上，都已经过了3更了，快点去，快去！这。你们看看，这首诗写得如何？王中堂，奴才请问皇上，这首诗是谁写的呀？哎，你先别管是谁写的，这首诗写得好不好？奴才以为这应该算是首好诗吧。合辙押韵，对仗工整，是吧？不过什么呀？有话直说。是奴才瞎说啊。不过似乎这个立意过于平实，用词嘛拙朴，是不是幼稚了些？王中堂，臣在，你看呢？臣以为这首诗从文字上看显得拙朴平实，但在内在中却透着俯仰天地、岿然不动之沉稳和大气，足见作者心胸之宽、涵养之深呐。不知微臣所见可否？哎呀，果然是状元宰相，见解就是不俗啊！皇上，这首诗到底谁写的呀？哎，你先别管是谁写的，你们再说说他还有什么好的地方？这首诗中有着悲悯百姓的仁厚之心。和珅，你也说说。皇上您看，奴才想说的都让王中堂给说了。看来你们2位意见一致了。大同小异，大同小异。是。咱们君臣3人同样的看法啊。今天就是我们君臣3人的雅集，对外就不必声张了。2位爱卿，请回吧。奴才明白。王中堂，王中堂，您知道刚才皇上那首诗是谁写的吗？何大人，皇上只是让咱们来谈诗，可没让猜测这首诗是谁写的呀。半夜3更，皇上把咱们找过来，就为了谈诗雅集，皇上拿咱们当傻子呀。何大人，妄测圣意，可是要杀头的。哎，王大人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你这个人真是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宵夜给您备好了。刘全啊，你去把吴醒兰吴大人给我请来。现在啊，这都后半夜了。让你去你就去，废什么话呀？这